星5嘅眾言堂呢個節目咧，即係其實許多我哋為愛香港而講嘅説話咧，100場眾言堂都講唔完，因為呢個地方咧令我哋眷戀。阿司長咧，你10日後咧可能又要去瑞士達沃斯為香港勞碌奔波，介紹香港美好嘅一面。不過俾多一個任務你哋嘅團隊，其實可唔可以咧為香港抄啲好嘅橋？其實香港過去咧不斷俾人抄橋，新加坡抄我哋起居屋，係咪？廣東深圳抄我哋起廠搞貿易。而家我哋落後，其實係咪就係我哋冇橋俾人抄？創新成功嘅創新，其實係咪就係抄人哋嘅橋，加自己嘅因地制宜，適合我哋嘅創新？喺呢度有一條好嘅橋咧，一定要抄。新加坡嘅政府嘅 GEBIZ.gov.sg， 全部嘅投標過去半年5000幾個投標，我而家呢個就有啦，17個標書嘅標價，全部列出嚟，一個5億波子嘅起6棟嘅 dormitory 嘅項目。深圳亦都有，深圳市政府亦都有好詳盡嘅。大家上去望一望，就會見到高壓電地鐵列車6000幾萬嘅項目，10間公司嘅投標嘅標價都出晒嚟。廣東省政府28000條尋日嘅舊年嘅嗰個標價同埋標書全部可以下載。而香港係點樣呢？政府物流署去年就係900條呢個招標，只係得招標嘅結果。如果你過咗期咧，你冇辦法再攞個標書啦，亦都唔知其他人落標幾多錢。我睇過香港 www.gov.hk 下邊100幾個網站，政府同埋公營嘅，只有大概30%到有舊日嘅標書嘅記錄。房委會麥博士嘅做財務主席嘅嗰位有，但係冇其他人嘅標價，冇落選嘅標價，我哋點知道嗰啲係咪激烈嘅競爭咧？ OK， 嗱好啊，同你傾到呢度先啦，暫時呢一度，因為